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莲花生大师一个闭关的修行洞，这个当地的人叫做哈拉山，也有人说这个哲布马尔蒂格就是那个这个地方的名字。然后曾经莲花生大师长期在这里闭关，然后主要就是修长寿佛。后来这个空西木本德绍他也就是跟随莲花生大师到这个修行洞长期闭关过。这是一个莲花生大师专修长寿佛的成就长寿佛的这样一个殊胜的圣地。另外关于这个圣地它有很多细节的很多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主要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是莲花生大师加持过的一个圣地，也是一个专修长寿佛的这样一个圣地。这个莲花生大师后来有这个空西木这个他真本德绍他就是一个曾经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国王的公主，后来就是对这个红尘世界产生一个很强烈的这样一个厌离心，然后跟随莲花生大师修行多年，在这个洞里特别是修那个长寿佛的时候就亲见长寿佛，然后得到长寿佛的这样一个成就。后来一些历史记载里面有提到过，然后这个空西木本德绍他到于在一个现在所说的这个阿富汗地区，然后他那边因为得到这个长寿佛的这样一个成就和加持吧，他在人间活着500多年。这个后来我们这个噶举的一个传承的历史里面也有验证过这个是事实的。因为后来米勒热巴的弟子惹宗巴他去印度求法的时候，当时他也在那边见到这个空西木的传法的这样一个法会现场里，他就是亲见过他真本德绍当时他就像一个16岁的童年那样。